爸爸，你下半日准备带哪搭去家？今朝我们进去一个平台沙龙，随了大群服务中心啊，我还到附近的懒人用服务间，中国菜市场70几岁多。侪是摊子选的，辣浪娱乐三千。肥神600新人杀，真是600两已经600都为上。写的是德政无名的清句，40余天地丑八，须得一门空配法。为世界翻家乡。